是你真正成绩无好，就要甲你送去甲阿姑住，互你伫遐专心读册。是无？对。啊，你安尼去到遐，你就无法度做无得。啊，无代志啦。啊，你看了我嘛会哭呢，真。你真正就介意报的。无代志。来，一人一张。妹妹应该无，你嘛有，我是受着感动啊。讲过，因为我就是无读册，所以我较希望伊读册。因为我读无册，人会甲我欺压，甲我压制，你知无？所以我无希望伊读无册，因为你读无册，你无得甲人沟通，无得甲人讲，人看你无啊。这是我对伊的期望啊。啥？原来是你这只破狗，你来这找我要创啥？哦，叔叔。我要甲你借芭蕉扇，你这芭蕉扇会使成就我的亏信封。什么？哦，那